台南甲日本长期以来互动密切，无论伫观光、农产或者是产业领域，拢有良好的基础。尤其高科技的设厂，甲伫台南到松本、伫北航线的开通，互双方的交流更加频繁。尤其即届松本台湾季的活动，现场看会到真侪台南的美食，甲伫农特产品。熊本的台湾季那请看现场非常多人，在我背后一群人。其实这个就是台湾季，很多日本民众对我们台湾季非常喜欢的原因。今年的台湾季的主题就是台南，我们等一下会看到很多有台南意象的好吃的小吃啦，还有一些农特产品，都很欢迎大家一起来。那其实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，包括一个城市行销，那也包括美食介绍，包括观光介绍。所以说，这个台湾季的部分，我们还会这个除了在晴空塔、在群马，今天在熊本，都是最好的一个介绍给日本朋友关于台南的一些好的东西。即届透过台湾季，将台南兼具的月之美术馆的高顶美食甲伫文化走入去熊本的市中心，唔但互日本的民众更加踏进认捌台南，嘛会用提升台南农产品伫日本市场的能见度。未来市府嘛将持续透过直航甲伫各项的交流平台，推动台南的农特产品，拓展海外市场。同时嘛深化观光甲伫产业的合作，互台南伫国际舞台会用持续被看见。台南新闻综合报道。